在日新闻要来讲一个好消息，足足等10年，等10冬啊！这个好消息是台湾的芭乐今仔日风柜启程到美国，经过17天的海运，美式华人当然包括美国人，会使伫农历过年前呢去食到咱台湾特产的芭乐，变成伫墨西哥了全世界第2个国家，会使将芭乐卖到美国这个国家，这应该是亚洲第1个。啊，同款拢是销到美国的芭乐，咱台湾的芭乐比墨西哥的芭乐呢口感较脆较香，外形嘛较大粒，相信伫美国的市场真有竞争力。一箱一箱的芭乐，就是今仔日要送往美国的台湾芭乐。等10冬啊，克服检疫的障碍，台湾正做墨西哥了后，全世界第2个芭乐会当输美的国家，嘛是亚洲第1。包装集货，一直到我们的最后一道的边境的检疫，让这样的一个果品能够把安全跟优质的这些果品输往美国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。同款拢是销往美国的2个国家，墨西哥甲台湾的芭乐来做一个比较。这外形，墨西哥的果实只有手部遐尼大。若是台湾的芭乐咧比较较大粒，这口感方面，墨西哥的芭乐食起来是爱软软软软，台湾的芭乐是脆过甜，相信外销的竞争力完全无输墨西哥。我们的甜度也比他们高，我们的营养价值也比他们好，水分又多，所以不管是用来做果汁，还是用来吃，我觉得其实都没在怕。销往美国芭乐检验严格，除了要透过低温冷藏，果实的直径是伫4公分以内，嘛要套袋啊，符合这2项条件才会当外销美国。等10冬总算等到这刻，嘛证实台湾真正是水果王国。